靚模嚟講，許詠 Phoebe 都算係比較大膽講嘢嗰批嚟㗎啦。不如俾你講下啦，最近 Cammy 玉笑嗰單嘢你點睇咧？你又？我覺得個女仔係幾犀利嘅咯，即係佢會識得咁樣做，即係我唔知啊，即係可能係會利用一啲自己一齊步嘅男仔，或者佢可能會同好多出名嘅藝人都可能都會有啲親密嘅關係，我覺得幾犀利。講完 Cammy 啦，講下宿敵 Gina 啦，佢套舞台劇最近上演啦，有冇興趣睇下咁咧？咁但係我舞台劇係有興趣嘅，不過好似據聞佢嗰一出係一出三級嘅戲嚟㗎嘛，係。咁好啦，恭喜佢啦，終於做到三級嘅女星。係啊，但係如果有人請我去，我都會。